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明，咱看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哦，可能有这个放缓这个趋势啦吼，真正是这个2礼拜的这个部分吼，大家拢有乖乖踮伫咧厝，可能收到效果。咱看到讲吼，这个今仔日这个本土案例内底是274例，另外咱讲的这个校正回归也有73例，然后另外新增加15例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咱讲这个指挥中心公布这个上新的这个概念，或者是 RT 数值啦吼，代表是这个病毒有效的这个传播数，自过去吼15可能降到即阵的这个1.02啦吼，嘛代表讲这若是加过吼这个1的这个部分，代表讲这个咱讲这个疫情吼可能已经到一个临界点啊，这个部分吼，所以会向一寡这个会当控制这个范围来继续打进前啦吼。不过咱上惊这个医疗量能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网络顶流传一个这个影片吼，就是这个卫福部伫咧台北病院遮吼，是病人伫咧这个病院外口。病床伫遐倒咧吼，倒伫外口，防即面上，这个医疗量能可能已经是不是崩盘这个部分。那么看到讲指挥中心嘛，定清讲啦吼，这是毋是讲吼，这个进行治疗这个作为是咧等待中快速体检的一个结果的这个等待这个过程吼，所以吼嘛。定中来做一寡这个澄清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吼，针对着这个国产疫苗的这个部分吼，到底咱讲吼，即阵的这个进度是好也是无好咧？咱看到讲，即阵已经甲2间这个这个疫苗厂商来去做一寡签约，但是备受质疑啦吼。有人讲是也未进行到这个第3期的临床测验吼。啊，另外吼，这个到底吼，这个 EUA 就是紧急授权，咱进行到倒位啊吼？尤其这个陈时中嘛搬出一寡这个数字来讲。咱吼，甲这个国际大厂的这疫苗厂来去比较来话啦吼，咱这个人数也好，拢差不多甲国际上一致啦吼，啊甚至比因较济，但是咱等下好好来检查，讲这个数字到底有问题还是无问题。另外，嘛有这个其他这个感染科的这个主任讲着吼，世界卫生组织。若是讲即阵是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事件，咱就讲吼会当来去吼紧急这个授权使用，或者是咱头拄讲的这个 EUA 啦吼，啊有当时啊会当使用着第2期的这个临床数字，啊讲吼这卖互这个专门来去做这个培养器啦吼，另外。甲这个国际还是讲国外这个疫苗共款，咱咧买的时阵有人讲啊，你若是先签约，咱都还未进入到这个第3期，但是国外咱都有当看到这个例，就是讲吼，用这个先注文的这个采买这个模式吼来去进行疫苗这个采买啦吼。但是咱讲吼，因为这个疫苗是要注入去咱的这个身体，到底国产疫苗有伊健康的这个部分，还是讲也佫有这个疑虑？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听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王德荣。主持人，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成功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刘秉治。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台湾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过连线，咱们美丽连线时代力量党团主任罗家伦。阿平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感谢4位来宾吼，咱讲伫咧疫情这个期间吼，继续来甲咱关注啦吼。首先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指挥中心头拄嘛讲到，咱讲这个 RT 这个有效的传播数，自过去咱讲吼5月15进前啊，可能伫这个社区已经有开始这个吼，咱讲病毒咧流行的这个期间，自迄当阵的15降到即阵这个1.02，咱嘛讲，若是真正会比1吼搁较细的话吼，咱代表讲这个疫情真正会当放缓，较乐观来去看台先听，这个机关安怎讲？我们总计是351例，好，那有4例境外移入哈，所以我们在本土有274例73例校正回归，好，那这一部分总共是347例新增的15个死亡的个案在离岛的部分那我们决定说在交通部所属的航空站设立筛检站。那现场有症状的旅客不予登机。过去14天内有症状需视现场快筛阴性时搭机。我们的现在的 RT 值是1.02，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当然不断的去滚动式检讨我们3级警戒的相关的措施。那对于做的不足的或者强度不足的，那我们会随时滚动检讨。
是咱看到吼，即阵已经来到8511例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吼，境外移入是1137例吼。另外咱讲这本土案例吼，伫咧5月以来吼增加真紧吼，即阵已经来到7321例这个本土案例内底。今仔新增加咱头拄讲200多例吼，代表讲这疫情可能会当哦有一寡咱讲小连续4天已经吼来到这个300以下，会当去看到一寡哦光明面啊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个图啦吼，这个是研判日吼，就是讲咱研判伊。什么时阵的确诊的这个部分吼，来看到这个5月15，这可能是一个关胖啦吼。另外吼，5月15吼，这豆豆安尼落出落去，迄当阵咱看到讲吼，差不多是14甲16之间，就是即阵吼，这个15这个部分吼，甲即阵吼上加来到1.02吼，这代表什么？这个部分吼，伊讲这波本土疫情已经爆到啊吼。放缓吼落出落去啊！先来请教洪医师啦吼，这个部分代表讲哇，咱已经渡过这个难关，甚至比1搁较低啊吗？咱若每一遍吼，你听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拢定定有一寡新的知识，还是讲过去知影的代志，又搁顶提起来讲，才能今日讲的这个 RT 值吼。我相信嘛是互咱真侪观众朋友。有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这就是变做算讲，咱伫咧防疫当中，除了爱了解讲，咱爱安怎作为重要的，用个对即寡学术的研究，用个了解讲，伊这趋势到底是有根据无？伫咱的节目有足侪遍，咱开始拢看到病例的数目，是对5月13进前，到以后这是有一个分水岭，完全无共款的。5月13进前，所有的确诊拢是要靠你的病院采检了后，看伊的快筛，或者是咱的 PCR， 伊的阳性来做诊断。但是你5月13了后，咱台北市发现讲这问题真严重，社区内底应该有真侪病例，所以就开始伫社区做4个快筛点，尾也增加到第5个。后壁咱全国每一个所在。快筛点拢一直开始设立，虽然是安尼，确诊的这病人吼，某一个程度是咧增加啦，但是差不多到18、9号、20号左右，伊差不多就是变作病啦，是，吼，了后即几工伊佫降落来，所以伫迄阵我有甲大家观众朋友报告讲，这叫做谨慎当中的乐观啦，就敢若用这张图啦，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照讲吼，迄个。安尼向上快速蔓延吼，迄社区内底有足侪的病毒叫确诊的病人，咱用快筛的方法是拢爱切出来，但是严重到咱控制袂掉，咱就看会到快筛阳性率就对10%，应该会阁变愈悬。OK，这个咱看到是某一程度咧降低，中央各县一时以台北市为例，即摆已经降到4左右啊，所以代表这个阳性率。交这个就是互相吻合啦。OK， 那迄阵我就有甲观众朋友报告讲，你的这张图，某一个程度就代表讲，迄个唔是药物的公共卫生的一寡作为，就是咱过去讲的这 NIP 啦吼。对 ，NIP，包括讲咱限制咱的行动，然后呢学校停班，是，停课，这2项上内容，是，这个大公共。卫生行业吼，因做一个研究，这大家拢知影的情况。那是 MPI，这个人无任何关节的时候，伊这个病例数字吼，一爆冲，是直接向上冲的。OK， 你若是这个数字关节都如何，到75左右，伊某一个程度是慢慢变平坦啦。90以上，伊才有机会落去啦。是，所以这代表讲。虽然咱用快筛的方法，测出足侪病人，但是总数目某一个程度是维持在高峰，然后这几工看到迄个趋势，你落来啊，是，你我的判断，那是台大陈秀熙教授伊会讲，咱这 MPI 上少有做75，你我的概念内底应该伫75到90中啊 ，OK， 甚至接近90啊，代表讲大家拢足听话啦，是，吼。这张数字，咱过来看头前拄仔讲的 RT 值，是，这某一个程度嘛是代表讲，咱拢有咧做这自我的关节了，所以一个较诊的病人，伊要去看别人，
的机会，慢慢一直降低嘛。 OK， 对开始一个人用咧拖10个人嘛，即马一个人差不多拖一个人左右嘛。是，这个数字咱若有法度搁再该维持，搁小经济，是，吼，我相信有机会啦。6月中旬左右吼，是，咱搞不好吼，真正第3级的这个境界吼，有机会吼，某一个程度会大家用加轻松。但是即使比较轻松吼，咱免个松懈啦。有影，这个防疫的新生活，要彼此的一个情况，它会变成柯市长讲的，这个常模啦，常态的生活。是一个这个真，咱讲吼，这个甲病毒做阵生活吼，咱讲过去的这个零确诊这部分无法度搁进行，但是咱讲安怎该维持，尤其咱讲即阵的这个 NPI 真正做了袂歹，大家吼这个社交距离有啊，尤其你拢点伫咧处理啊。虽然咱看到讲这个新闻报道讲，真侪人吼拢去这个企业内底去买物件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4天以来吼。 真正有安尼来降落来，真正吼，这个数字咱各会当期待啦，但是真正就这个3位2的这个部分，若是降到双2位，是毋是大家搁较安心来继续搁请教吕医师？当然对咱来看，拄则安医师有讲哦，即摆趋势看起来，咱是嘛是慢慢啊放卡，迄个人数开始变少啦吼。不过咱上惊是即摆过来，大家搁放松落去，哦，开始一寡有一寡家族搁开始咧共餐啦，是讲搁去拍纳凉啦，这有可能搁就是另外一波搁起来吼。是。啊，另外一个就是咱大家上惊就是讲，即摆咱台北市、双北市，不管是台北还是新北，开始慢慢人数看有控制落来以外，咱嘛爱烦恼讲，即摆一寡病人咱为台北送落去中南部，吼。另外一寡中南部遮的民众是毋是对即个传染病意识是有够的 ？OK。哦，上惊就是讲因去传统市场，还是讲因感觉讲因伫南部感觉空气较好，我拢室外活动较济，所以袂造成即个传染。 这就是咱爱去注意的所在，所以安那甲因讲，这个传染病部分，袂讲因为讲你讲伫北部会得感染尔，这嘛是会对咧到中南部去。哦，所以咱即马看起来目前来讲，当然，伫预防下还袂到全面会当来做以外，咱即马当然希望大家嘛是要先做好这个自我保护的所在，包括讲洗手，包括讲喙也莫挂好，包括讲尽量无需要一定要出去外口阵，尽量踮伫厝里。安尼咱才会当真正看到这个效果，会当慢慢一直搁展现出来。是，无到时有当时啊，常常咱去看到国外的经验，第一波起来，无小做了好，互伊小可低落来了，常常到第2波搁起来啊。是，啊第2波起来，第3波起来，大家就渐渐已经失去这个对这个关节的这个耐心，尤其拢会麻痹，对，麻痹去。过来上惊就是这不断的这个疫情一直拖落去，3个月、4个月去，就开始有变种的这病毒造出来。哦，所以对咱来讲，咱无希望把这波的疫情，互伊愈拖愈长，互伊感染的人数愈来愈多。哦，当然这咱要看个讲短期间之内要互伊清零的机会，当然一定是愈来愈少啦。无他遮乐观。不过咱当然希望，就像。正前这个李教授有讲过吼，讲希望到两位数，哦，甚至到个位数。是。安尼对咱来讲，咱对后壁要开始慢慢清零，还是讲对一寡社区，还是寡小区，会当做快筛，会当紧甲遮个人有风险的，还是隐形的传染链，会当紧个吹出来。是。安尼当然就是愈好。有影，咱头拄来讲吼，咱是这个5月10号进前，可能就伫这个社区流行，还是传播这病例。甲即阵吼，咱讲这个31进前遮，拢是甲这个数字甲扣出来吼。所以咱讲2礼拜吼，咱讲封城甲即阵2礼拜，咱毋是封城吼，就是甲咱讲全国第3级境界，甲即阵差不多2礼拜外这个时间，咱后壁就看咱的这个数字是毋是愈来愈降吼。但是头拄医师嘛讲着重点，咱买手的这个做法吼，伫疫苗进前吼来进前，咱怎继续安尼做啦吼。尤其头拄嘛讲着真济这个案例自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即阵可能拢送到这个中南部去吼，是毋是会搁直接摊开？啊，有其咱讲过去的这个吼一寡啊，未这个全国3级境界的时阵，有一寡案例的吼，即自北吼安尼摊到这个全台湾去，未来嘛是这个真关键的这个部分啊。尤其咱看到讲，这个彰化遮吼，即阵来到153例吼，是中部遮上济这个部分啊吼。另外这个外岛的这个部分吼，小连线嘛传出着吼，即阵敢若剩这个金门无案例尔吼，外岛遮嘛是来收好势吼。另外咱继续要来看着讲，咱的这个医疗量能的这个所在是毋是会当家保持？尤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台北这个部里头，这个台北这个病院啦吼，咱看到讲，可能有一寡这个人吼，这个病患吼，伫这个病院的外口吼，伫遐等这个病床吼，这嘛是网络流传的一段影片吼。啊，但是咱讲指挥中心安怎来去解说，先做来看。
这是卫福部台北病院急诊室外口的停车场空间，一旦看到有病人倒伫眠床顶吊大重接受治疗，有民众去这段画面放伫网络顶，这支病床的数量无够。台北病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尤炳芬6月回应讲，病人等待 PCR 核酸检测的结果大约要3点钟到4点钟，先点室外病毒量会当降到上低。台北病院也发出声明稿表示，所有的病人入去急诊室进前，拢要先做病毒检测，等待结果进前要先伫室外院区内临时等待区，有医护人员随时照顾，医护病人的安全，而且也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病院也加设杂货部，医护病人的温书。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它需要有一个等待的时间，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也有这个医护会去看他，等结果的中间，我们也尽量去照顾他们。在这位医界的人士也表示，这款做法对控制感染有帮助。患者在做完筛检要等结果之前，基本上都是要在户外等，因为户外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病毒量比较不会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开始浓度越来越高，造成其他传染的风险。除了台北病院防疫期间空间应用，互人误会，马街病院也互人夜空讲有院内感染，可能100多人，而且阁封大楼。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和台北市政府第3则拢有表示，这是假消息。马街封楼不是因为感染，是为着把空间转做是专接病房。不过3日又阁有平面媒体报道，阁接到马街内部的医护夜空讲有院内感染。马街病院伫拜一透早发出新闻稿，8会表示，整理病房是配合政府设专接病房的要求。卫福部处长赵宗良和台北市长郭文地拢已经解释过啊，这不是院内感染。另外，新北的祥和病院也传出有确诊的病人，3日透早7点外伫隔离病房内拿刀啊攻击护理师。警方接到通知，随派6位警员到场压制，把人铐起来。过程造成3位女性护理师受伤，病院当咧治疗当中。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所有的医疗人员接受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严厉的谴责。那对于不法的，我们一定依法来做处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为这件代志举行记者会，就是无希望阁有暴力的事件伫病院内底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这个病床的这个部分哦，这个指挥中心嘛做一寡这个解说吼。另外，咱看到讲医疗人员真正真辛苦吼，幸好病院竟然有这个确诊者吼提刀来攻击护理师，然后3个人来受伤哈。过来请这个委员来甲咱看这个吼医疗量能这部分。湘北市这边吼，咱看到讲过去吼，这个中央甲地方遮可能因为这个病床的这个数量吼，一寡这个争议伫咧啦吼。这阵嘛传出着讲是毋是吼，咱讲。暴力的这个台北病院吼，有这个患者倒伫咧外口，另外嘛有这个咱讲这个医护人员受伤这个代志，吼，你安怎来看呢？我差不多伫5月14开始按第3级的感染了吼，其实伊个量一个开始伤济，吼，这确诊的病人伤济，这一个时间来病院要收这个病人，确实有一点困难，因为伊需要有特别的隔离的病房嘛，吼，所以大概就是病院爱清楚啦，但是原来住伫遐病人，伊要等伊出院啊，你也免甲伊赶，吼，那赶你互伊出院了后，你爱对伊的环境吼，在硬体的物件动线，你要重新来做设计。其实这拢是爱时间啦，吼，像我搭去和平的迄个快筛站也我1礼拜的时间，我看到。其实我深深的感受就是讲，按即摆用医疗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这个会造成安尼成本足悬的。OK。大概就是安尼，我大概和平看到的状况是，因为我去的时已经是伊的快筛站已经开2-3天啊，所以因逐工拢迄个 SOP 拢有咧，拢咧建立啊咧改，一个开始第1天较乱。第2天因就开始用迄个叫号码牌，即个甲叫号嘛吼，伊今仔来摕牌啊，因若发400号，伊就先叫伊转去。那伊甲我讲有一个 QR code， 若是要轮到你的时阵，30分钟以内你再过来就好啊。所以伊就袂拢积伫遐，伊袂拢积伫咧外口遐，外口啊就会变成群聚嘛。吼，所以这大概就是因第一个建立起来。但是因为和平病院伫2003年的时阵的 SARS， 伊其实因是有经验的，所以因足紧就甲这个 SOP 拢建立起来安尼。那另外就是伊就是一批差不多一天10个入去做检查了后，但要等差不多等15分钟，爱看伊快筛是迄个阳性还是阴性啊？
啊，所以伊若是无问题，伊就叫伊转去。啊，但是我入去时，阮就是爱护理师伫惊甲伊讲，虽然你即马是迄个阴性，但是你转去，你嘛是爱家己爱好啊自我的迄个健康诶管理。吼，这大概就爱差不多爱含这迄个民众爱讲一寡，互伊一寡卫教大会转。啊，若快筛对着阳性的，阮就甲请伊到另外一个所在。因为过去2003年了，和平病院伊在外口有做一个负压的病房，啊，所以就拢伫内底就会产生很多的足这问题拢有的啦。就比如讲，有一个伊的心脏病囥过2个支架，啊，你互伊入去了后，伊就讲伊要转去摕我免个帮你转去，吼啊，后来我就讲你转去敢有法度，一个人住一间房间，伊讲伊无法度，阮就爱甲伊安排。报伊甲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就是要甲安排去迄个检验所，还是迄个防疫的旅馆。但是伊差不多爱等啊中昼，伊就一直讲伊腹肚痛。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腹肚痛甲心脏病可能有一寡关联，因为伊时间到，伊爱食药啊。所以阮是足紧张的，爱赶紧联络伊的家属来摕药来互伊。咱另外有一寡来就是。一个这2天啊，有一个90岁阿公甲伊的查囝60几岁，互阮足感动的，2个拢是迄个阳性，啊，结果验出来时阵，阿公就讲伊会乖乖啊，踮遐等，对下晡4、5点哦，等到暗时啊，要等救护车甲送去迄个防疫旅馆，等啊半暝啊，伊拢也袂甲阮吵，啊，但是时间到，伊就讲，到尾伊就讲伊。挡袂牢，伊腹肚足枵的。那这就是搁另外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要，因为迄拢是阳性的一区，差不多当时时头7、8人拢伫遐。你到底是要食物件，还是无要食物件？所以阮嘛是，阮一寡护理师嘛是感觉先讲，着甲隔间，在一个负压的病房内底搁甲隔。因为伊时间等足久的，伊嘛是腹肚枵，嘛是有另外一寡问题。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讲伫个迄个。大概我看到的都形形色色的问题，拢会在一个小地方里头出现。而且你要等病房嘛是一个，像讲我拄到一个洗肾的病人，伊原来要洗肾，啊结果迄天伊人感觉无爽快，结果去验，结果就是阳性。阳性了后，我嘛是惊伊讲心会喘，因为洗肾的病人爱准备爱洗药剂。吼啊，所以阮就足紧，就爱甲安排大医。然后安排要安怎洗药剂，啊，这就是硬体都要重新设备，因为等于讲这台洗肾机，伊若用了后要安怎消毒？电消毒啦吼。要安怎消毒，还是拢互伊短时间，只有用的互伊用。OK。所以整个的医疗的量能就要变得很多，因为本来一台洗肾机可能一天用个洗3、4个，即摆你就变成讲伊只用个服务一个啦。所以不管护理人员还是这设备，其实阮所讲的讲，唔是讲医疗到崩坏啦，讲医疗到紧绷的意思是讲，因为你只用个互伊用，啊，所以别人就会感觉就会变得很少。所以这是即马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所拄到的问题，而且阮逐工入去安尼穿了秘密服，隔离衣，阮大家手套也着甲挂2套，阮嘛是，然后。伊伫遐来检验，我嘛是毋知讲伊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所以呢，我逐工入去吼，我含阮的学妹2个拢彼此爱检查家己，穿衫裤的时阵，装备穿的时阵，你爱检查我的 N9有咧漏气无？啊，你我检查你检查我，因为假使你若是漏气，无密封，万一伫迄个病毒就走入去，那其实。医院不是说院内感染，而是说有可能你去接触这病人，高风险的人，风险的病人，那你有镜头的时阵，那可能病医就会讲啊，你就要居检2个礼拜。对，所以人力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消耗当中。有一部分人的，伊可能就是被规范要居检，因为为了病人安全，你连个变成你家己是迄个带源风险的人。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吼，无论是这个医疗、这个称谓也好，还是亲像讲这个西药剂的这个案例啦，吼，本地会当吼一台吼3个人来去使用，吼，即阵敢若
专门服医啦吼。另外，这个医疗人员嘛是真辛苦，尤其这个3穿落都是规工啊吼，要食食、要啉水，拢总有困难吼。感谢这个委员提供咱讲第一线这个困境地吼。啊，咱嘛讲着吼，中期尾可能就要透过这个预防性疫苗这个部分，真侪人吼，真侪县市政府嘛讲哇，疫苗我要做阵来去买啦吼。啊，讲是要用原厂的这个买，啊是甲这个其他这个所在来买，拢有真侪种讲法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郭台铭嘛，讲要拼这个72点钟准备预防性采买这个文件吼，到底吼这个指挥中心是安怎回应？咱嘛先做来看。解决国内疫情上有效的方法，永远是有风险。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透过英灵基金会专业证书为德国 BNT 有风险，直接空运来台湾，表示会拼72点钟久交相关文件。英灵基金会执行长刘友东讲，正伫咧准备主管机关所需要的8项文件，按算上慢伫咧拜三会提出申请。在昨天傍晚的时候，郭台铭先生跟所有的团队说，他现在给我们72个小时，要我们在72个小时之内能够完成所有的项目，以及确认所有的执行的方法。我预计应该是到最晚是到周3。国产有风险是拼7月底要开始供应。指挥中心讲，新冠肺炎流感化是必然的趋势。疫苗家己制造、家己使用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已经伫咧5月28加高端疫苗，也个联合生技2大厂签合约，分别是各自买500万剂的有采购加500万剂的开口合约，也就是上最分别买1000万剂。然后原则上是500万剂，那后面还有一个出口合约的500万剂。那当然，它的限制条件就是要通过 EUA 以后。这个采购才算是后面正式的采购。它这个解盲的成功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保障我们的国人一定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所以这其实跟一般的，就是我们在跟国外采购的疫苗是一样的。因为指挥中心要求应该由第三方的公证单位进行效价验证。所以，也阁需要甲第2期的临床试验受测者的检体风险交予中研院分析结果。高端按算伫6月初有试验分析的结果，要拼7月供货，然后是按算6月中送交。验过这代表国产有风险2期也阁伫咧进行中，政府就已经甲业者签约。安全性加有效性拢受到质疑。那至少要求他们按照国际的这些药厂做第3期的其中试验报告，符合相关的规定，才能开始紧急授权。安全性、有效性上面，政府都应该要做最严格的把关。目前来讲，我们没有是说2期它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确效上面当然没有比上这个所谓的完整的3期。来的那么的完整但是也是在科学上可以被认同的。总统府回应讲，政府甲民间共同努力，互疫苗供应更加稳定，无所谓刁的问题。对于民间申请疫苗采购关键，总统蔡英文会请指挥中心专业处理，赶紧甲各申请单位互因了解，确认会员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即阵来看讲吼，咱台湾即阵有的这个疫苗吼，到底是偌济剂啦，偌济重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过去有 AZ 吼，第一批来到台湾，遮差不多11多万剂吼，第2批来到遮差不多要20万剂啦吼。另外第3批 AZ 41万剂啦吼。咱讲哦，新的这个莫德纳吼，这个内底吼，也有这个15万吨吼。另外伫咧6月时阵，可能有200万吨吼。无论是莫德纳好 ，AZ 也好，拢要来小连续来到这个吼台湾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最近炒甲真加滚的，就是讲差不多，这个高端也好，联雅也好吼，拢要生产着吼，拢总吼差不多各5000万吼。另外各有一寡这个合约相共的这个吼，预先吼注文的这个500万吨吼，安尼拢总起来差不多2000万吨吼。另外8月时阵，安尼算起来，佫会当累积。差不多1000万吨的这个购货量啦吼，另外吼，其他县市政府嘛有小连续讲吼，我要去买预防针，吼用这个第2这个有备金吼来去吼咱这个吼，家己这个县市的这个县民吼市民来去做啦吼。啊，即阵咱先来过来连线吼，这个赖主任啦吼，咱来安怎看讲？即阵哦，无论是国产疫苗也好啦，还是讲吼通过第2期，即阵咱讲还未进入到第3期，恁的这个议论是啥物？请教主任。其实哦，对阮来讲，你国产的疫苗会用成功，我嘛是希望讲伊会用成功啦。因为
对台湾来讲哦，目前你除了防疫的这措施了以外吼，安怎会用摕到这疫苗吼，来互咱的个人吼来去注这预防针吼，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国产的疫苗吼，伊若是有效，阮当然是嘛真欢迎嘛，真乐见伊会成功啦。问题是，咱的指挥中心吼讲，今年疫苗的数量已经有够啊。伊即个有够的前提是讲，伊的前提是将咱国产的疫苗吼，即个第二阶段都还未做了吼，伊就先签约吼，咱疾管署就甲伊签约，讲那总共联雅甲咱的高端拢500万栋，都有另外都用到500万栋的契约。这个问题就是，伊从这咱指挥中心讲，咱今年的疫苗的数量有够啊，伊从这先算入来。唔是啥物唔先加买一寡，因为你真正是咧博讲伊即个疫苗第二阶段到底会成功未成功呢？对啊，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啊。所以伊真正伫咱第二阶段还未做了，伊就先将即个契约有透过咱高端这间公司透过重讯来去对外来发布，虽然讲伫法律上，伊是应该安尼做，毋过伊无讲的代志嘛足侪。比如讲，咱遮的咱遮国产的疫苗，伊是有接受着有咱政府去补助，伊来研发的。是。咱政府补助的钱投资落，真仔伊遮疫苗伊当是到底偌济钱？伊伫伊的重讯内底嘛无讲，所以。变做你甲看会着讲，因有签约，毋过一档偌济钱，效果到底是安怎，咱真仔拢毋知影。是，咱讲这个效果吼，这个结果可能伫6月中、6月底才会当吼来呈现啦。阮来观察吼，你指挥中心伊个疫苗的采购，你加买一寡无要紧啊，因为对真仔咱台湾的人民来讲。疫苗是最重要的代志，做会到疫苗比钱都重要。了解，讲是安尼。好，先感谢主任啦吼，咱再个请教你吼，咱头有讲到吼，差不多这个高端也好，联雅也好啦，即阵是透过这个签约讲差不多500万剂啦吼。有这个头主任是有建议讲吼，即阵先买着国外这个预防针较重要啦吼。今日指挥中心嘛，甲咱讲吼，哇，伊要去做一寡这个比较，就是讲 AZ 也好，Moderna 也好，BNT 也好吼。因讲有人这边讲，这个国产的这预防针都还未进入讲第2期的完整完备的这个状态。马上要进入到这个第3期哈，指挥中心因是讲啥？因即阵是这个扩大第2期甲第3期的这个部分哈。因嘛看到这个比较这个人数的部分，无论是高端也好，联雅也好，第一档哈，这个试剂的这个人数内底哈，差不多3000多人哈。另外这个4大人的这个所在哈，所有的部分嘛，差不多800多人哈。联雅嘛来到这个799个人哈。另外第2档的这个试验人数嘛是3800多人哈。所以伊讲比较起来哈，这个 AZ 也好，Moderna也好，第2期吼，拢总收这个3220个人吼。另外Moderna第2期收差不多660个人，但是都有这个网友啦吼，伊讲去看讲Moderna，伊这第2期收660几个，这个100几个人这个部分，伊有分做吼小规模的，差不多7、8届甚至9届这个部分吼，就知影这个有人讲这个数字吼，可能甲这个原本吼Moderna这个伊所发布的可能对袂起来吼。咱阁先请教这个洪医师，安怎来去看咧？你对国产疫苗还阁有信心无？基本上咱也是用真严格，这疫苗要上市。经过拄仔讲的，几落期的这个实验是那我都完全经过这个过程，经过政府的机关专业来个审查，这叫做完全授权但是因为这件咱的疫情足严重的，你咧全世界拢普遍是这个状况，所以某一个程度要完成第2期的结果了后，大部分有足侪国家就开始。叫做紧急授权。OK， 同时开始进入第3期的这个
研究了对。但是这个速度基本上会拖一个时间，那较慢有可能要2-3年，搁互你安那紧嘛是要1-2年。是，所以针对那所有的物件啦，按照过去传统的这个 SOP 的时候，所有的疫苗你咧这边拢无法度用了。OK， 所以基本上你咧WHO， 5月26号，因有开一个会议，邀请世界吼1400几个专家，针对这个代志咧做讨论。基本上来讲，已经有6种的这个疫苗已经证明是有效的。OK， 已经是简单讲，差不多用咧个当作是完成第3期某一个程度，用咧互人接受。是，迄个不是完整性的，但是基本上是修正的一个效果就被看到了。然后有14间药厂，因叫做潜力股啦。是，这其中有包括咱台湾这个高端。所以因即阵伫咧思考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immunobridging study， 咱中文叫做免疫的调节研究啦。OK， 这个名真学术啦。但是基本上伊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讲，我用注射的，交大家自然去感染的，伊所产生的中和的抗体，简单讲来抗体就对啊。是，效果是毋是差不多？要活。OK， 然后呢，搁来追踪注这个疫苗了后，伊副作用，是毋是伫咧用咧接受的范围内底啦 ？OK， 那基本上拄仔讲的，咱台湾正经药厂，因的这个实验的人数是已经用来讲是有到一个规模啦。OK， 伊的效果基本上6月份，中研院应该就会解盲了。OK， 所以这个基本上咱到6月底，大概就用来知影讲，这两个药厂的疫苗，到底伊的抗体是毋是有到一个保护的功能啦？那是有的时啊，即马第2个议题是来讲。这个报告连第2期都还没出来啦，还没进入第3期的时候，咱就去买500万剂，2间药厂拢买500万剂，安尼敢袂使？这个量，安尼到底是合理还是无合理啦？我相信大家会关心这个问题是足好的，因为这是要监督咱的政府，好来重视疫苗的安全性，交伊的效果。但是咱来个等于看去年的状况，因为这款药厂开始咧发展这个疫苗的时候，咱台湾政府要向外国来买这款疫苗的时候，嘛捌去互批评，就是讲咱的动作太慢。OK， 那会讲一定要等到伊第2期的报告，证明有效，再去买。OK， 迄阵去买的时候，迄叫做是卖方的市场啦。因为已经证明有效啊，所以伊水涨船高嘛，伊的单价会拉高，供货的条件会变不好啊。OK， 佮加上政治的因素的因素，咱要买到这个迄个好的疫苗，你去年度确实是有个困难度。OK， 同款的道理，即马咱台湾这2间国内的这药厂，某一个程度已经证明讲，上少伊安全性已经是无问题啊。何明祥老师特别来咱遮讲。伊拢有找伊的朋友，65岁以上的去参加这个实验嘛，嘛发现讲安全性是真 OK， 即马来证明讲有效无 ？OK， 所以咱是毋是共款用去买国外疫苗的这个相共款的概念？你看起来应该是成功的。OK， 某一个程度咱用咧大声做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对咱这个商业的发展有伊的帮忙做。然后第3期的实验，我嘛感觉是足重要的。是，但是要做第3期的这个研究的时候，伊需要投入的这个相关的资源是足悬的啦。所以某一个程度，我嘛是足期待讲咱台湾政府敢有可能讲交美国政府共款，用专款来补助协助，正经有潜力的一个疫苗的工厂你咧印度也好，南亚也好，好用咧做第3期的这研究提出一个漂亮的一个成绩这是结合咱台湾医疗、公共卫生、生物的科技
一个最重要，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啦。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透过这个 EUA 吼，这个 Emergency 这个 Use Authorization 吼，这个紧急这个授权的这个部分，其实咱即阵看到市面上专期咧流行的这个疫苗啦吼 ，BNT 也好，其实因也是要进到这个第3期的这个部分，可能拢爱个正等的吼。但是伊即阵就是透过这种紧急的这个授权吼，头拄仔这个洪医师嘛讲到真好，就是讲咱真正有需求，还是讲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事件内底，伊只要安全性有够，咱就会当透过这个 EUA 吼，可以紧急去授权，互这人来去承住啦吼。咱嘛是用着过去这个经历吼，亲像讲美国外这疫苗来看国产的这个疫苗，但是有人就无安尼认同吼，伊认为讲你在国内安尼就是这个插股啦吼，互这2支这个股票安尼直直起啦吼。过来请教这刘医师，你安怎看咧？那是用这个科学的标准，这是毋是共款？嘛是要用伫共一个标准来去看？当然，洪医师已经讲啊，做清楚啦吼。那这预防社要到完整授权，这当然是有一定的证书啦吼。所以变做讲，咱即马爱跳过这完整的证书，咱中途要插一个紧急授权这个代志。当然，都一定是大家国家有伊目前面临这个疫情无共款的时阵，咱爱处理无共款的做法。当初是伫美国、英国、这欧洲这个国家，伫去年开始咧爆发阵，开始咧生产这个预防社阵。大家当然是爱当动甲伊到第3期的其中的报告，是因为到迄个时阵疫情还无讲到真正做严重的。到即马现主时来，即马大家国家看起来，你啊预防社开始咧研究过程中，搁要行较早的路，一定爱到第3期的中期的其中报告，甚至爱到第3期做到末你开当出来，安尼超全世界超死要一半去啊！而且变种病毒嘛一直对，变种病毒一直出来，你看连英国即马已经有印度甲印度合起来变种病毒嘛。所以你变做讲，你看像一期去年出来的这预防社的厂商，伊拢甲你讲，今年有可能你要做到第3期啊，毋是讲按算2期就会使啊。因即马已经甚至咧研究讲，这个变种病毒应该去补助1期的。你看因国内底拢安怎讲？针对这个厂商讲，因是毋是开始要倒咧家己？讲你是要趁钱，所以较需要鼓吹讲，我来个做第3期。我感觉这永远拢有这个问题咧发生啦吼。所以变做讲，你来看，咱即马是站伫徛伫什么个角度来看这件代志？是。假使讲，咱也感觉讲，注意防社这件代志，第一个当然像指挥中心讲的，咱爱先看讲伊的效果。OK。你总袂当讲咱做一个盐水共款做咧有效，咱无效咧，安尼就袂使。所以咱先看效果。是。做咧出来，确实有伊的效果，但咱就来看这个人数。哦，即马咱已经人数都尽量甲伊扩大，可以变像讲咱较早可能讲几百个第2期，咱已经扩大到几千人的啊。当然你要较完整的讲第3期，讲爱几万人的，快咱看出讲这个罕见的副作用的机会，当然也看袂出来。不过主要的副作用应该拢会表现出来啊。是。好，你讲什么头壳痛啦，迄个筋膜酸痛啦，还是严重的这个大副作用，应该伫这几千人的之间，应该拢看会出来这副作用啊。是。所以你若讲我讲要查伫这个万几人，还是甚至10万人、100几人的，中有可能发现1例、2例、3例，这个罕见的副作用，当然伫这个做小规模，一定是看袂出来。OK。哦，所以这个当初像 AZ 伊嘛做甲足大人、足侪人阵，较发现讲有这个会交这个问题，较当较发现出来。是。哦，所以变做讲，像咱即摆会希望讲，咱先紧急授权，紧互伊出来做，当然。无法度避免的，就是咱即马取得这个已经3期通过的这疫苗，咱有困难嘛 ？OK， 对吧？这政府嘛甲你讲啊，不管是无形的势力，还是讲有形的势力，还是咱厂商都无想要卖咱遮少机的，咱都甲你讲啊，讲我即马就是无法度马上出货互你，有可能按照时程6月出货互你，7月出货互你，我即马就是无法度限制时出货互你嘛。啊，你若即马现即马你爱大量的话，咱家当压报伫咱家己国产的这个预防下。当然，足侪人会质疑讲，安尼我即摆是做培养器，互你去做大型的这个人体的试验，这都要看你对台湾的新奇的公司有信心哦。哦，总共转啊一句就是安尼啦。信的人就会信啦，唔信的人就唔信啦。有影。当啊像讲当初 AZ 你阵来，偌侪人咧反对，拢唔信哦。嘛唔信啦，伊要做的嘛，我甲你做。你讲伊要等摩登拿，要甲你等辉瑞的、辉瑞的，啊你。人嘛甲你讲，迄到时阵会来，问题是伊嘛无得给你压时定啊。伊敢有甲你讲几月来？啊，你硬要等，当啊像讲政府也甲你讲，我甲你保证后边，恁一个人的薪水会当有3万美金。安尼你即摆2万美金，我就不爱趁，我等3万较来工作，你敢有可能做这个代志？你嘛是袂啊。所以你应该是讲，即摆有啥物好的疫苗，有啥物好的预防社，你应该去接受。你即摆已经
AZ 的注射啊，人甲你讲纯国产的会当做，你讲质疑讲国产的效果无好，你讲一定要硬要等辉瑞的个即个莫德纳，当然你会当等啊。OK， 问题是你等的过程中，你家己都要冒一个风险嘛，这是一定的嘛。是，哦，当然咱会当要求政府讲，你紧互我上好的，怎么拢爱我上好的，大家拢嘛希望上好的。是，问题是这是有一点啊。有内外的这个因素，对吧？啊，无大家要上好的，要出钱尔，大家拢嘛买会到，对吧？啊，无你讲以色列人出3倍介绍，硬要伫市场抢货，咱嘛抢会到啊。问题是即摆咱啊台湾真正安尼硬讲，我出4倍甲你抢，你看咱台湾的政治即遐一堆政治人物会出来跳出来骂无 ？OK， 对吧？当然，我感觉3期咱台湾一定爱支持去做。问题是咱去支持的过程中，是毋是爱叫政府出钱的过程中，这厂商？爱配合咱台湾的政府讲，只要后边我供应这预防车，唔免互我另外的钱，因为研发的这费用国家先帮你出来。啊，毋过我嘛是总是爱甲钱赚回来啊。只要外销出去的，这利润拢归伊的。OK， 哦，安尼我感觉合理嘛，对吧？就好像当初咱做喙炎共款，我互你上俗的原料啊。毋过你即摆现主是做出来的，拢爱中吼，拢爱先靠伫台湾。OK， 哦，等你后边当疫情已经较放落来，你只外销出去，你要安怎赚，我无去管你。是，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因素真济吼，尤其咱讲过去一段时间 AZ 之外时阵，真济人唔敢做啦吼，啊想讲要等这个咱讲哈，这个质量较好的这个 Moderna， 甚至有人即阵咧等这个 Pfizer 吼，这个辉瑞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就是看你讲，你对这个国产疫苗有信心还是无信心吼？这指挥中心就是甲你讲，哇，真正有真济种吼，这个管道吼要去取到这个疫苗，拢受到阻碍啦吼。啊，但是即阵大家嘛是抑个对这个还未完成的这个第3期试验有这个争议，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了 EUA 这个授权内底，咱真正会当安尼去做啊无吼？等待这第2期这个中研院的这个报告出来啦吼，所以才有真侪人对于这个吼第3期还未出来，还是讲还未做第3期有一寡质疑啦吼，亲像时代力量讲还未完成的第2期试验吼，高端也好，啊都介绍到伊的这个介绍啦吼，啊资讯吼拢无完整啦吼。另外，这个前台大感染科的这个医师嘛讲吼，咱吼若是增加到这个2期的这临床吼试验人数到这个3000来，安尼要来取代这个第3期的临床试验吼，恐惊诶这个看起就差不多够1/5000，甚至1/1000的这个副作用啊吼。啊，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讲吼，这个国际吼这个疫苗嘛是拢还未完成第3期，头拄咱嘛看到迄张表啦吼。另外，这个中国医学大学附属病院副院长吼，伊是安怎讲吼？这个指挥中心要求由第3方的这个公证单位吼，要去看伊这个综合抗体这个效价有一寡这个验证这部分吼，差不多嘛当到6月中吼。另外，这个施信如伊嘛是共款吼，会当先用第2期临床这综合抗体来去看伊这个数字然后来证实吼，讲到这个疫苗是有效的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上尾伊安怎讲咧？伊讲吼，台湾目前因为这个本土这波疫情啦吼，咱嘛看到讲可能爱去用啊吼。啊，即阵咱嘛看到讲第2期也好，第3期也好。高端联雅吼，拢总收过超过4000人啦吼，所以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委员吼，真侪人有无共款的看法，有的人也是相信讲国外的这个月娘较圆啦吼，可能国外的这个疫苗较有效啦，无相信这个国产这部分。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过去咱嘛知影这个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合作内底 ，NIH 嘛有伫内底啦吼，所以有人也是对这个无信心，是因为伊无过第2期啊、第3期，还是讲真正伊要驻国外安尼咧？我感觉即道大家对这预防下有无共款的解读啦吼，因为过去咱的迄个预防实在是足好的，所以大家都无咧讨论这预防下这件代志啊。但是因为这波的疫情伤过严重，所以大家都开始讲，安尼预防下到底伫咧倒位？吼，所以嘛，足侪人怀疑讲按一当半的时间，应该安尼政府拢爱去准备好，不管。因为这伫2月26号的专案报告的时候，我迄阵我都问迄个陈部长，我讲到底咱的迄个预防下的政策到底是啥物？是要家己国产要家己开发，还是讲你要去代工，还是你要去买？吼，你的短中长期的迄个你的政策是啥物？你有甲你的这个预防下当作是一个国防产业来看无？吼，当然是我迄个时代的我是安尼甲问，但是伊当然是拢伊甲我讲，即马就是预防了足好个，你应该慢慢来。所以当然是伊无互我一个真正确的概念。所以即道
即届大家就开始有这个疑问啦吼。即摆是安尼，因为卡输伫顶年足严重的时阵，而且全国际上无讲有3期的迄个预防车有出来先，你用2期做好的出来做诶老百姓的身躯顶，其实这伫阮以早伫台病，阮有做迄个叫做临床试验啦吼，就第1期、第2期、第2期、第3期，阮拢基本上像第2期啊、第3期，因为伊拢是摕来病院咧做试验的，拢爱互病人还是互民众爱有签一个叫做 IRB， 就是临床试验同意书。是。所以迄天我嘛是有甲问陈部长，我讲啊，你第3期拢无做，你要互全民签这个 IRB 无？吼，伊无回答我啦吼。但是伊应该嘛毋知要安怎回答我，但是我来讲，这个时阵其实我无反对按来发展，嘿，我无反对按来发展按的国产的迄个预防车，但是目前就是讲按的卡关就是伫个遮嘛，但是国际上已经有足济，已经是3期，而且已经全世界即马已经注加至少有10几个亿的。剂的一个预防车拢咧组合，为什么爱去认真去买？而且即马最近你看足济像郭台铭，像这些宗教的单位，甚至足济企业，大家拢想讲要出来替咱政府到位预防车。结果伊就是开始今仔讲，哦，有一个8个限制，吼，然后后来有8个条件有2个限制，啊，一个讲就讲啊，恁用个。做伙啊，然后最后我看伊礼拜时，伊就讲出来，讲袂使，爱全部拢爱由中央政府来甲原厂来做迄个签约。我感觉迄拢无要紧，我感觉是全民啦，用个即摆用上紧的速度，啥人用个来摕到这预防车，来互这老百姓，我感觉这是目前上重要的一件代志。但注意这个爱做3期，我。临床上啦吼，一定是爱做的，是当时做，所以今仔记者我嘛是讲，卡输那你紧急授权了，你的3期要做无？而且3期若做落去，每一个受试者其实差不多拢爱，差不多每一个人的费用差不多拢差不多1-2万的美金哦，咪代票。那要爱做到3万人的这个3期的迄个规模，到尾这笔钱是你。政府爱甲伊补助呢，还是讲你是迄个厂商爱家己去啦？就是讲，即阵若是甲你这个 EUA 过，你嘛是爱进入到这个第3期。你嘛是爱做3期的迄个企业。OK。啊，这个钱你爱先讲就好，吼。啊，到咧即摆一出来，这个预防车做一档是要偌济钱 ？OK。你的成本是安怎算的？我感觉如卡输安的政府卫福部那是下面签约啊。我感觉这就是国人的疑问吼，拢爱讲个清楚。OK， 我感觉拢爱讲个清楚，嘿。OK。但是我嘛是要踮遮讲啦吼，即马上重要的，爱赶紧去买着用个做的预防车。OK， 这个一波一波啦吼，相信这个6月的时阵，伊即马挂保证啊吼，若是无来，咱再搁邀请这个委员。我搁讲一个吼，拜5的时我有甲问哦，我讲你2期吼啊。要安怎进入3期？伊探早其实电视有顶啊嘛是讲，伊讲2期无一定就会成功啊，失败的机会是一半。伊是5望伊成功。伊是5望伊成功，我讲我嘛是5望成功啊。好啊，但是是毋是爱等按2期的迄个报告，因为还要结盲嘛。伊6月份伊才会结盲，就是讲伊才翻答案嘛。所以是毋是只等这报告出来？吼啊，伊就未等这报告出来，伊就去签约啊。所以才会互这老百姓最近我感觉足侪网络批评足侪啦。OK， 就是讲这个部分吼，嘛等待这个卫福部吼有真正咱讲吼真正这个数字也好啦吼，再来去做签约，嘛袂遐尔这个嘛袂引起遮侪迄个民众足侪迄个疑问吼，所以但是咱嘛是望讲，咱的这国产疫苗吼，真正会当有这个好的这个成绩啦吼。另外讲到真侪人吼，亲像这个郭台铭好，回光山也好啦，拢要讲吼买疫苗吼，有要买这个 Johnson & Johnson， 有要买这个辉瑞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 ，CDC 已经讲吼，已经做到意见交换是这个哦回光山这个部分吼，但是嘛有真侪人吼是用坏的，但是真正无去送这个公文的，也有真侪单位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指挥中心有一寡这个数。
字伫咧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哦，针对这个外界质疑，有人讲有媒体报道讲要去买疫苗的，差不多有10个单位，但是拢无去送公文。另外咧吼，亲像咱头讲的福光山也好啦吼，这个部分因真正有去甲吼这个指挥中心做一寡这个意见的这个交流，但是拢总一句吼嘛是要交由这个中央来去做处理啦。有人讲，因为咱讲买手啦吼，可能你若是用关的这个部分，伊无法度控制伊的这个量啦吼，所以可能嘛是要好好来去做一寡这个观察。上尾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为着这回这个COVID-19， 咱真正要度过这个疫情啦吼，所以咱有整理到一个守护咱的这个医护量能、守护医护人员的这个部分，先做来看。